Hello，大家好。咁今條片咧繼續同大家回顧一下今季唔同球員嘅數據同埋表現。咁今次咧就嚟到攻中同埋前鋒嘅位置啦。咁最後咧亦都會再講下唔同球員嘅去留問題。咁如果未睇之前中堅同埋中場位置嘅嗰兩條片嘅話咧，都可以 click 入資訊卡嘅位置咧去睇翻嘅。咁中意嘅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咁再一次咧多謝大家睇同埋訂閱。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咁喺呢條片正式開始之前呢，一樣照戴翻個頭盔先。咁片入邊嘅所有數據呢，都係嚟自 OPTA 呢個網站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都可以上翻 FBref.com 呢個網呢，去睇翻更加多詳細嘅數據。咁同時亦都係為咗更加公平咁反映翻呢唔同球員嘅數據表現。咁即係會攞翻今季38場英超比賽作為參考，而入邊呢係唔會包括所有國內杯賽啦、歐戰同埋佢哋國家隊嘅賽事，而數據咧即係客觀地去量化球員嘅表現嘅啫，唔一定可以完全反映到球員咧喺場上嘅實際作用嘅。而回顧同埋球員去留嘅問題咧，都係偏向個人主觀意見，咁都係純粹分享嘅啫。如果大家有唔同嘅見解嘅話咧，都歡迎留言一齊討論嘅。咁今集第一個要講嘅球員咧就係加拿祖啦。咁今季加拿祖喺英超咧係上陣咗接近2200分鐘啦，亦都有23次嘅正選。咁進攻貢獻咧，今季係6球2助攻，但係喺 expected goal 加呢個 expected assistant goal 咧係總數負 3.8， 咁都係代表咧今季佢嘅表現一樣係唔理想，入球咧都係比預期少嘅。咁而射門次數咧去到84次，咁其實咧已經係隊內第2高噶啦。而射門命中率34.5%， 咁唔算話真係好好嘅。入球轉化率咧，亦都係大家都知道公認係差嘅，7% 咧係其實非常之低嘅數字。而傳球成功率 78.9%， 作為一個翼鋒嚟講咧，唔算話非常好，咁勉勉強強咧都係合格嘅啫。而 key pass 嘅數字場均 1.52 次咧，其實都係一般嘅水平，對比一啲比較真係踢得好、助攻力強嘅翼鋒咧，都係偏低嘅。咁可能睇到前面嘅數字咧，都會覺得咁今季都好似唔算特別差啫。咁但係如果對比翻呢上一個球季，其實呢就係大幅嘅退步嚟嘅。咁首先睇翻進攻貢獻啦，上一季加拿祖係有7球4助攻，而今季呢係退步到只係得6球2助攻啫。而喺 expected goal 方面呢，其實上年都係好少少嘅，係負 2.4。咁但係當然啦，負數永遠都唔係一個好嘅數字嚟嘅。越接近0或者係大過0咧，先係代表佢比預期中入得更加多波。而射門上，其實加拿祖咧今年總數上射嘅次數係少咗，而命中率咧亦都係高咗嘅。咁但係偏偏咧入球轉化率呢一個最關鍵嘅數字咧係冇進步到。而傳球成功率見到佢咧其實係有進步到，係有高咗大概4個百分點，亦都咧見到佢其實落底去傳中呢一樣嘢咧係做多咗嘅。咁但係實際上 key pass 嘅數字竟然係比上一年咧低咗，而且特別係喺過人呢一 part 嘅能力咧明顯係變弱嘅。上一年係有平均每一場 4.6 次，今年咧係平均少咗足足差不多1次。而個人嘅成功率咧亦都係跌咗超過5%嘅，得翻 29.2% 啫，咁都係差咗好多嘅。咁而且場均失控球嘅次數咧亦都比上年咧多咗 0.4 次。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佢整體喺進攻層面啦，或者個人突破能力上咧，都係有退步。咁即使佢射門命中率同埋傳球成功率都有改善都好咧，實際對球隊嘅進攻貢獻咧，都係不升反跌嘅。咁同完上年嘅自己比較完之外咧，當然亦都要同翻今年唔同球隊嘅翼鋒咧去做翻啲數據比較嘅。而今次咧，我就再拎多一啲唔同前列球隊同埋中上游球隊嘅翼鋒咧，去同佢做比較。當中咧，當然亦都包括我哋啱啱新加盟嘅翼鋒或者叫左攻中古亞啦。咁首先喺進攻貢獻方面，加拿祖咧就喺咁多位嘅翼鋒或者攻中球員入邊咧，係排最少，係得8個入球貢獻嘅啫。而新加盟嘅古亞咧就係最多有21個進攻貢獻嘅，咁亦都反映到咧點解我哋今年咧一定要買古納去加強翻邊路嘅進攻能力。而且睇翻
non-penalty expected goal 加 assistant goal 咧，去減翻實際嘅入球數字咧，其實古亞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因為以呢個數字嚟講咧，只要係正3或者以上，亦都已經係代表咗呢一個進攻球員嘅進攻效率咧係非常之好。咁睇翻咧，其實最高咧就係我哋之前賣走嘅伊蘭加，今年咧係超級突出去到正7，呢個係一個非常誇張嘅數字嚟嘅。咁緊隨其後咧已經係 4.6 嘅古拿啦。咁而且單論入球嘅話咧，古拿嘅入球把握力亦更加係冠絕5大聯賽，係其中一個咧最強把握力嘅進攻球員嚟嘅。咁去到之後啦，射門命中率嘅部分，咁見到咧加拿祖大概得 35%， 咁唔算話真係非常差嘅。咁但係咧，如果平均嚟講，我覺得如果射門命中率去到40%咧，先會係合格嘅水平。咁因為平均每射100球咧，你射失多6-7球咧，而嗰6-7球其實都係一啲入球機會，咁浪費咗咧就係冇咗噶啦。咁再進而去到入球轉化率呢一度，咁入球轉化率咧就的確係加拿祖咧最弱嘅一環。咁見到佢同古拿咧係足足有1倍之差。咁甚至咧去到最好嘅 Mitoma 即係3尖分咧，甚至係去到 18% 嘅入球轉化率，咁都足以證明喺入球轉化率即係把握力呢一方面咧，加拿祖實在係太弱啦。咁當然古拿唔係話最 top 最 fit 嘅，咁但係整體 overall 嚟講咧，佢的確係一個非常之有效率，亦都係咧做到好多唔同入球嘅攻擊手嚟嘅。傳球成功率方面，加拿祖咧大概有 79%。咁對比其他唔同嘅翼鋒或者攻中嚟講咧，佢唔算差嘅，都係按平均值以上。咁但係咧，對比起 key pass 呢個數字嚟講咧，咁啊只係一般般嘅啫。咁因為傳球傳得多咧，就唔代表嗰啲傳球咧係直接有效或者係致命嘅。key pass 咧係更加可以反映到一個翼鋒嘅數據。咁因為咧好多時佢哋係需要去做落底啦、傳中啦或者係 cut in 咧，再傳球俾中間嘅正中鋒嘅。咁而呢一個數據上，加拿祖平均都係得場均 1.52 次，咁唔算特別高。而古拿咧係更加高，去到接近2次嘅，其實都非常接近咧最高嘅孫興文噶啦。咁再跟住落嚟咧就係講 take ons， 即係過人。咁英超嘅個人王咧就當然就係曼城嘅道古啦，場均係極誇張嘅12次。甚至成功率咧係高達 50% 以上嘅。咁但係睇翻加拿祖咧個次數只係唔夠1/3，甚至咧連成功率亦都係其中一個墊底嘅翼鋒嚟嘅。咁都可以反映加拿祖同最頂級嘅翼鋒咧距離係相差非常非常之遠嘅。咁再落嚟睇咧就係新加盟嘅古拿。咁古拿咧其實喺個人嘅次數上咧都有場均 4.7 次，成功率咧都有挨近 45%， 咁都比加拿祖咧好得多嘅。咁即使之前有聽過古拿係英超散步王都好咧，咁其實我覺得唔一定下下都要跑咧先至有用嘅，只要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有閱讀球賽嘅能力同埋足夠嘅球商咧，都係可以彌補到佢唔係每一下都 spin 嘅呢個弱點嘅。咁當然啦，最後都係成敗論英雄。有貢獻入到波過到人就係一個好嘅邊路球員，呢個的確係事實嚟嘅。咁亦都係點解道古咧喺曼城咁強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再之後一啲防守少少嘅數據咧就係 ball recovery。咁因為咧作為一個邊路嘅球員咧都會幾經常咧去執一啲 second ball嘅。咁而喺呢一度咧加拿祖的確係勤力係做到比較多嘅 ball recovery 嘅次數嘅。而緊隨其後咧，亦都係我哋啱啱加盟嘅古拿，咁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咧。古拿即使散步會唔會唔幫手去執 second ball？咁客觀地數據上嚟講咧，其實古拿都係有做到足夠嘅嘢嘅。咁最尾去到場均失控球嘅次數咧，加拿祖同古拿大家都係差不多，都係4點幾次。咁對比做得最好嘅孫興文咧，場均只係得2.4次咧，都係差一段距離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因為古拿嘅進攻能力同埋入球能力咧，都係遠比加拿祖做得好，咁所以亦都係點解咧要買古拿去取代加拿祖咧，去成為左攻中嘅位置。咁亦都係點解咁急需咧去買佢去改善呢個進攻嘅問題。
因為咧把握力的確就係古拿最好嘅地方，而偏偏咧加拿祖就喺呢一方面咧就係最弱嘅。咁呢一個收購咧，我認為就係會非常重要。咁而且咧，當完全取代咗加拿祖之後咧，有望左邊嘅攻勢咧配合多股係可以產生到更加多嘅火花。咁但係當然啦，之前都有提到嘅，如果要用古拿嘅話咧，就要將古拿改造成為球隊嘅核心，就唔會再係般奴噶啦。咁詳細要點樣再去磨合，或者咧要點樣去配合咧，係好需要靠賽前嘅熱身賽咧慢慢去試再調整嘅。而呢一啲咧，亦都可以再等之後7月中開始嘅賽前熱身賽咧，再觀察一下。咁到時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實際嘅情況。咁講完一啲數字上嘅比較，咁當然仲有啲再實質啲嘅嘢可以講出嚟啦。例如就係佢錯失重大機會嘅次數咧，實在太多啦。Miss Big Chance 嘅呢一樣嘢咧，可以話係幾乎5大聯賽入邊最差嘅逆風之一嚟嘅。佢永遠咧就係可以話係捨易取難，倒掛或者係窩裏世界波呢啲咧，佢永遠都做到嘅。但係你叫佢簡簡單單寫一個單刀，或者係純粹面對住個龍門 one on one 咧，佢可以完全射唔中籠，射上天飛機乜都得，就係唔中籠唔入波。咁變相咧都係浪費極多入球機會。咁而且佢作為一個逆風，又冇單對單嘅突破能力，好多時咧都扭唔贏英超嘅閘啦，或者係逆風。咁變相咧，其實佢永遠就得翻一招嘅啫，就係夾硬 cut in 入中路起腳。咁但係咧好多時佢又直接省中人或者射唔中籠咧，又係嘥咗呢啲機會。同時有陣時隊友喺邊路做支援，例如多古啦，又或者有陣時係Mason Mount啊，或者係般奴其他球員等等咧，佢都係冇選擇去傳球，而係咧耷低頭夾硬掘落去中路。咁都係代表咧，其實佢都係缺乏球場上嘅視野嘅。咁而且今季嚟講，射門次數其實加拿祖咧係隊內第2高嘅，咁即係僅次於般奴啫。咁但係入球轉化率咧，其實偏偏咧佢就係其中一個最低嘅球員，而另外一個咧其實亦都係般奴。咁雖然般奴喺入球助攻上嘅整體數字係好過加拿祖，咁但係咧就唔代表般奴咧喺今季入球呢個能力上咧做得好嘅。而隊入邊最好把握力、最好嘅入球轉化率咧，今年就係迪亞路，係去到有17%，即係每100球入邊咧，迪亞路係可以入多10球。咁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差距嚟噶啦。而今年其實加拿祖咧係有進步嘅。特別係落底傳中咧，佢的確係有做多好多嘅，亦都有嘗試咧去做一啲 cutback 啊，不論高波地波佢都有做多啲嘅。咁但係奈何就係，當然我哋嘅中鋒係海倫啦，佢嘅能力大家都知道有幾弱噶啦。咁但係其餘進攻能力啊、防守方面咧，其實大部分都係退步嘅。咁而且去到季尾，特別係歐霸嗰場決賽之後咧，咁樣同教練去硬撼咧，都等同已經宣佈咗一定係離隊噶啦。咁亦都唔排除咧，古拿會直接取代佢嘅位咧，去踢左攻中嘅正選位置。咁呢一個都唔可以話排除啊，都可以話係99%嘅事嚟噶啦。咁純粹係之後加拿祖會去邊一隊，或者係賣到幾多錢嘅啫。咁講到尾，雖然加拿祖咧未完約，人工咧亦都唔貴嘅，咁但係留隊嘅機率咧就真係已經無限接近0噶啦。因為咁樣嘅情況下咧，都等同一定係要執包袱走人噶啦。咁雖然佢係隊內進攻貢獻第3高嘅球員，咁而且咧成隊波進攻力弱咧就唔係佢一個人嘅問題。咁但係的確咧，今季有非常多嘅場面咧，佢點樣去射失一啲 big chance 咧，大家一定係歷歷在目噶啦。亦都咧係希望喺進攻嘅層次上一定要有質嘅提升咧，先至有辦法將曼聯咧拉翻上去，就唔係咧要再等一個唔知有冇能力可以 carry 到球隊嘅加拿祖嘅。咁當然佢都叫做球隊嘅半個青訓啦，喺馬體會嗰陣時買翻嚟。咁而且咧而家賣嘅話咧，基本上就一定係直接賺錢噶啦，冇任何嘢咧要蝕嘅。咁賣就一定係賺。咁但係咧賣到幾多錢咧？呢個就真係唔係一樣可以講得實嘅嘢啦。因為始終公開同教練對着幹咧，對家要買咧就一定係攞住你呢個點咧嚟壓你價嘅。
咁可以話呢一樣嘢呢，係球員球會呢兩邊都係蝕底噶啦。咁唯一希望嘅呢，就係佢走到唔好留喺球隊入邊就 OK 啦。因為如果佢留喺球隊的話呢，佢一嚟唔會有好多嘅出場機會，而且呢亦都有機會呢進一步搞到更衣室入邊嘅軍心呢係有問題。因為始終一個有離心或者同教練有拗撬嘅人呢，就好難再留到隊噶啦。咁冇辦法，即使加拿祖呢係有能力去更進一步都好呢，咁但係已經冇可能呢繼續為曼聯效力噶啦。咁講完左邊嘅加拿祖，當然要講埋右邊嘅迪亞路啦。咁迪亞路今年呢其實都上陣咗1901分鐘嘅，亦都有20次嘅正選。入球貢獻呢，今年係8球6助攻，咁對比上年呢係非常大嘅進步。咁當然因為上一年其實佢翻到嚟之後呢就好不幸咁受傷呢，導致佢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要休息，冇辦法比賽嘅。而睇翻 non-penalty expected goal 呢，迪亞路亦都有正 4.4。咁好似我啱啱都有提過啦，其實只要 expected goal 呢度呢大過3，其實都係代表呢佢係一個非常之強把握力嘅球員嚟嘅。而甚至睇埋射門次數，啱啱提到加拿祖嘅射門次數呢係80幾次，而迪亞路呢係佢嘅一半左右嘅啫，得40幾次。咁都代表呢其實佢係用更加少嘅射門次數呢換取到更加多嘅入球同埋進攻貢獻嘅。射門命中率兩個都差不多30多%，入球轉化率呢，迪亞路就的確係做得非常之好嘅，甚至係全隊最高嘅17%。咁亦都係解釋到呢點解特別係球季嘅下半段呢，佢係咁重要。傳球成功率大概有84%，咁喺逆風嚟講呢都唔算差嘅。而 key pass 場均有2.32次，呢一樣嘢咧亦都做得比加拿祖好。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呢，右邊嘅迪亞路其實整體表現呢都係踢得好過左邊嘅加拿祖。咁所以亦都點解解釋咗呢？今季特別去到下半段呢，迪亞路對於球隊嘅進攻呢係咁重要，亦都係呢直接成為咗球隊嘅進攻核心嘅。咁所以迪亞路呢個球員呢，喺嚟緊曼聯入邊呢，一定會係其中一個最核心嘅球員嚟嘅。咁右路呢，一定會有佢份噶啦。咁而且睇翻合約啦，其實有排都未到期嘅，而且周薪亦都唔貴，留隊呢都基本上係接近100%噶啦。咁整體嚟講呢，今季下半段迪亞路呢係踢得特別好嘅。咁特別係前嗰季呢，喺新特蘭歷練咗一番之後，有大幅成長，去到上一季翻嚟呢，其實係寄予厚望，期待呢佢係可以為球隊呢貢獻到非常之多嘅。咁但係好可惜，上一季直接重傷啦，基本上成季呢都冇任何出場機會咁滯，係去到季尾呢先開始復出嘅啫。咁而去到今季呢，終於有翻比較穩定嘅上陣時間，咁亦都見到佢呢，不論喺攻中啦或者翼位嘅位置呢，都有繼續持續地進步嘅。咁同時亦都係而家球隊入邊唯一一個呢，可以自己一個喺邊路做到突破，又可以做到進攻嘅球員嚟嘅。咁喺位置上，我覺得呢，翼位佢會踢得比攻中更加好嘅。咁但係佢嘅能力呢，就係始終防守比較弱啦，身板亦都比較弱。咁但係呢，佢夠勤力，可以彌補到嘅。咁長遠嚟講，如果假設買到麥寶莫嘅話呢，右攻中嘅位置就應該會係佢嘅。咁如果買唔到的話呢，迪亞路都可以踢到右攻中，或者呢係右翼位。咁所以呢，喺進攻嘅位置彈性嚟講呢，佢係比較大嘅。咁而且喺右路嘅位置都仍然有唔同嘅球員可以替代到。咁所以呢，就唔需要擔心話迪亞路一個人呢要踢晒全部嘅比賽。咁加上其實下一季都只係單線作戰加一啲國內嘅杯賽，咁所以壓力上呢就唔會太大。咁只係希望佢呢可以 keep 住健康呢，為球隊貢獻，咁就 OK 啦。咁再跟住落嚟就再講下我自己好中意嘅 Mason Mount 啦。咁雖然今季呢，其實佢都係有大半段嘅時間受傷呢，冇辦法踢，而上陣嘅時間呢，亦都係得短短嘅600分鐘左右，正選呢都係得8次，而進攻貢獻呢，只係得1個入球。咁喺 non-penalty expected goal 入邊呢，佢都係負數，咁即係代表呢，喺進攻上佢做得都係唔夠好嘅。咁但係當然佢呢就係正正其中一個數據冇辦法直接量化佢喺場上貢獻嘅球員。因為曼治呢其實係而家曼聯入邊陣中喺進攻端上無球跑動
驗位入攝能力上咧都係非常好嘅球員，咁但係我覺得係其他隊友咧冇辦法做到配合嘅啫，變相好多時跑嘅位置、驗嘅位咧，隊友一係睇唔到，一係就俾唔到，就而唔係佢自己做得唔好。咁當然佢係有能力做得更加好嘅，因為對比佢喺當年車路士歐冠嘅嗰一年咧，係參天共地，亦都對佢嘅身價咧係完全唔合格嘅。咁睇翻其次嘅數據啦，射門次數20次，咁其實佢入得一球咧，當然係曳嘅，入球轉化率咧係仲差過加拿祖，得5%嘅啫。咁但係射門命中率咧，其實佢係唔曳嘅，有45%。咁但係當然咧，入到波咧先係好嘅，入唔到咧講咩都冇用。咁而傳球成功率81.8%，咁作為一個近似攻中或者副鋒嘅球員嚟講咧，佢唔曳嘅。咁但係當然可以做得更加好。咁但係喺 key pass 呢一方面咧，就真係比較弱啦，場均得1.16次。咁對比起其他喺進攻端上嘅球員咧，佢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嘅功能係用嚟跑位、拉空對手嘅防守空間，創造俾隊友多過佢自己去做入波射門嘅。而佢嘅入攝能力咧，只係一個 bonus。而長遠嚟講，我認為如果曼治真係要融入喺而家呢一隊嘅曼聯入邊咧，咁首先第一，因為左邊咧就好大機會會係古拿噶啦。如果用佢去踢右攻中嘅話咧，佢就係負責去拉空個空間俾古拿內切去射波，因為呢個好緊要嘅。啱啱都有講過，因為如果古拿作為核心咧，開火權就一定係集中喺佢度，而佢係需要有一個隊友咧，幫手去拉空對手中間嘅空間咧，而去創造一個射門嘅角度同埋距離。咁而曼治正正就係有呢個功能。咁所以我認為咧，曼治喺嚟緊，即使未必可以經常踢正選都好咧，咁但係都會有一定嘅出場時間，因為佢偏偏咧就係一個功能比較好，亦都比較多嘅球員之一嚟嘅。咁雖然主觀地咧，我係真係好中意曼治，咁但係客觀嚟講咧，佢今季嘅表現咧，整體嚟講都係差嘅。咁因為始終拎住咁高人工30萬鎊，咁但係得咁少嘅進攻貢獻，亦都踢得唔多咧，絕對係唔符合佢嘅身價嘅。咁當然喺加盟之後，其實由第一年開始咧，佢都已經係相多嘅踢噶啦。咁去到今季嘅下半段咧，先係冇乜點受傷，開始有更加多嘅機會，由每場可能踢幾分鐘、10幾分鐘、20零分鐘踢半場，或者係正選踢60分鐘，慢慢俾佢適應翻比賽。咁始終咧，佢真係傷得太長時間啦。咁而且咧，就算而家受傷出翻嚟踢咧，我覺得都同當年喺車路士嘅時間咧，真係差太遠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下一季如果佢 keep 住健康嘅話咧，我相信佢即使唔係正選咧，亦都會係一個輪換正選嘅角色，都會有比較多嘅時間咧去踢嘅。特別係球隊而家中場嘅球員咧，其實係更加少，特別係少咗艾力神啦，亦都少咗加拿祖之後咧，其實中前場嘅位置咧個競爭係相對冇咁大嘅。咁所以其實曼治係變相係多個機會。咁但係前提咧都係要佢冇受傷先，而好似啱前面所講到嘅咧，佢無球跑動同埋入攝嘅能力嚟講咧，都算係而家隊入邊比較好嘅一個。咁所以佢去為隊友創造空間或者係支援咧，仍然會有佢嘅優勢。咁但係實際上佢有冇辦法可以 keep 得住個狀態，甚至慢慢上翻去當年車路士嗰個佢咧？就呢個就後話啦，因為始終而家現階段望落嘅佢呢，同當年喺車路士嘅曼治呢，真係實在差太遠，亦都呢冇辦法想像，如果依家佢要去翻嗰個巔峰呢，係距離要有幾遠呢先可以做到。咁但係實際上呢，賣就一定賣唔走噶啦，你點都要用佢噶啦。咁但係點樣用呢？就留翻俾教練之後點樣安排。咁講完攻中翼鋒嘅位置之後咧，就講一講剩低落嚟兩個正前鋒啦。咁正前鋒海倫今季咧踢咗2004分鐘，正選23次，咁但係咧得4個入球。喺 non-penalty expected goal 呢個數字嚟講咧，佢係-3.1，又係負數。咁而且咧射門嘅次數係比前面嘅迪亞魯咧更加低，得32次。
咁雖然射門嘅命中率大概有40%，唔算太差，入球轉化率咧亦都唔係太弱嘅，有13%。咁但係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佢喺前邊禁區入邊控球嘅次數咧，其實係偏少嘅，場均得3.32次，高空爭頂咧更加係弱項之一，場均1.39次之餘咧，成功率只係得25%。即係平均，如果一場係不斷用長傳斬俾佢去做第一點去爭頂嘅話呢，每4次先得1次係攞到落嚟，仲要唔一定俾到隊友，咁你就可想而知佢喺前面做支點嘅能力呢有幾弱，而且場均失控球嘅次數呢係去到4.31次。咁睇翻右邊嗰張數據圖就知噶啦，全部清一色係紅色咁滯嘅，得一個傳球成功率呢好少少係綠色嘅啫，咁所以都反映咗海倫今季咧的確係非常差嘅。咁如果講到佢今季咁差，咁對比上季又係點呢？咁其實上一季咧佢係唔曳嘅，因為上一季海倫嘅進攻貢獻咧有10球2助攻，呢個講緊英超喎，而今季咧跌到得翻4球，你就知道個效率咧係差幾遠。而且睇翻 non-penalty expected goal 咧，上年嘅海倫係正數嘅，有正2.8，今年咧係去到負3.1，即係足足咧有5嘅差距。5咧係一個非常誇張嘅數字嚟噶啦，亦都係代表一個前鋒由有把握力可以做到適當嘅嘢，去到浪費唔同嘅機會，浪費射門次數。咁甚至咧射門次數今年咧係再跌嘅，得翻32次。上年大家都話佢冇機會啦，冇供應38次。咁但係今年其實佢唔係冇供應嘅，踢法上其實更加依賴兩邊去傳中，佢一定係會更加多機會。咁但係點解佢會射唔到門，次數都卡唔到呢？因為好多時佢拎到波都好呢，佢起唔到腳，咁自然就唔會卡到佢有射門次數。咁甚至射門命中率呢，都係一個非常之要害嘅一環。佢今年呢，少咗機會射門之餘，連射門嘅命中率咧都跌咗12%，又係非常之誇張。入球轉化率又係跌咗足足1倍，由26%去到得翻13%。因為如果睇翻咧，上一年佢入球轉化率有26%咧，其實係一個非常好嘅數字，係代表佢用好少機會就可以射入1球，平均咧就係每4次有1個入球啦。咁但係今年咧，佢跌咗1倍，不特止，其實實際上嘅入球貢獻咧，亦都跌咗足足1倍有多嘅。而場均喺禁區入邊嘅足球次數，上年平均咧一場有4次，今年咧跌到得翻3.32次，都係代表其實佢喺禁區入邊可以拎到波或者掂波嘅次數咧，都真係直接減少緊嘅。而 Aerial Wounds 雖然每一場場均嘅次數咧係有多到，係因為咧有多啲利用到長傳揾佢做支點啦，去爭頂。咁但係實際嘅成功率咧係跌咗嘅，跌咗足足3%。咁都係代表雖然次數多咗，但係成功嘅百分比咧係跌咗。咁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失敗嘅。咁而且失控球嘅指數上年3.3次左右啦，今年咧足足亦都多咗1次。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咧，其實海倫係全幅度嘅退步，係冇辦法嘅。咁所以點解今年喺進攻上咁差？因為作為隊入邊唯一一個叫做純粹嘅中鋒，同舒克斯唔同嘅，佢係一個支援型嘅中鋒，佢就係一個純粹攻堅型嘅中鋒。咁但係不論搶點啦、支點啦、地波入球能力啦、控球等等咧，佢都係做得非常之差。咁亦都係解釋到點解今年曼聯咧入得咁少波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雖然海倫咧就仲有3年嘅合約先至到期，人工咧亦都唔貴，都係8.5萬磅嘅啫。咁但係奈何咧佢嘅能力真係實在太差啦。咁所以我覺得只要有價的話咧，曼聯都係90%會直接賣，寧願咧去用舒克斯去搭奧比去踢，多過咧會將佢留隊嘅。咁話就話咧，上一季加盟要適應啦，機會唔多啦，俾足時間佢。
咁但係第二季咧，事實上就係唔同嘅數據都係全面退步。咁而且我哋睇到嘅咧就係不論佢嘅基本功定係射術咧，都一定唔係英超嘅水平噶啦。咁老實講，即使放翻去翻意甲或者咧去其他聯賽都好咧，佢都冇辦法可以好似安東尼嗰啲咁樣嘅效果，去到其他位咧突然間又變翻勁，呢個就唔會嘅。因為佢嘅能力咧的確係弱，亦都咧唔會係嗰種突然間進步得非常之多嘅前鋒嚟嘅。咁而今一季海倫同埋奧納納兩個人咧一前一後，我覺得就係令到今年咧成績大倒退嘅主因，亦都係咧今年入球數少、失波多嘅兩個主因嚟嘅。咁所以亦都係點解要揾一個更加好嘅前鋒、正中鋒去取代佢。咁因為咧，我覺得即使用舒克斯咧，亦都唔會解決到太多嘅問題。咁一間咧就會知點解噶啦。咁講完海倫就到舒克斯啦。咁其實舒克斯咧今年上陣嘅時間咧都唔少嘅，有1402分鐘，正選亦都有14次，進攻貢獻咧3球1助攻。咁其實咧都同海倫冇分別嘅。咁而且 expected goal 一樣都係負數-2.3，射門嘅次數甚至比海倫更加少，係28次。射門命中率亦都係比海倫更差，得4成都冇。入球轉化率亦都係比海倫更差，得11%。禁區內觸球次數3.59次，大家差唔多。空中爭頂成功每90分鐘1.35次，又係弱。成功率28%，同海倫都係爭2-3%，都係差唔多，都係咁弱。唯一一樣佢好過海倫嘅呢，就係場均失控球嘅次數呢2.525次，咁呢個呢就真係好過海倫1倍嘅。但係整體嚟講呢，其實舒克斯都唔係好過海倫好多嘅啫。除咗喺傳控能力上佢係做得比較好之外，整體喺進攻、射門、控球、高空爭頂方面呢，兩個係真係不相伯仲。咁所以你話唔要海倫留舒克斯呢，實際上可以改變到嘅嘢呢，真係唔多嘅。咁除咗舒克斯同海倫喺數據上呢兩個差唔多之外呢，因為實際上而家阿摩連嘅戰術呢係好依賴兩個翼鋒或者係兩個攻中呢喺邊路做突破，然後呢傳入中間俾中鋒呢去做 ending 嘅。咁但係海倫喺中間都好，把握力低，攞唔到波，轉唔到身，起唔到腳。舒克斯呢就調翻轉，佢會好習慣拉出嚟，去到禁區頂，甚至再後啲嘅位置去做二傳，然後先至再跑翻入去。咁但係好可能呢，其實呢樣嘢已經係趕唔切噶啦，因為佢本身速度唔快啦，甚至射術呢，我覺得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好嘅啫。咁雖然話就話佢嘅技術特點係可以拖後，可以支援到隊友，咁而傳球意識、傳控能力呢，都係喺海倫之上。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前鋒如果要用到舒克斯嘅話呢，實際前鋒嘅入球數就唔會太多嘅。咁但係如果將嗰個進攻嘅核心開火權擺咗喺古拿身上，而舒克斯去做一個輔助型嘅角色呢，咁或者都可以試下嘅。咁當然如果冇辦法收購到一個更加強嘅正前鋒呢，舒克斯都好大機會呢會取代海倫去成為正選嘅前鋒嘅。咁而最尾呢，就講下奧比仔。咁 Obi 咧今季由阿仙奴嘅青訓系統咧轉頭過嚟曼聯，咁去到季尾咧有幾次喺英超上陣機會，咁其實都係一啲絕佳嘅表現機會嚟嘅，咁但係好可惜佢就冇把握到，冇入到波啦。咁但係如果單論埋門嘅能力咧，就唔會差得過兩個正選嘅前鋒海倫同埋舒克斯嘅。佢嘅優點咧就係佢喺禁區入邊嘅射門觸覺咧的確好強。咁但係個缺點咧比較明顯嘅就係身形比較單薄，而且咧有陣時都真係比較懶，唔點跑嘅。而個身影咧望落去其實有少少似啱啱出道嘅福哥，咁所以希望咧佢都會好似福哥咁樣咧喺第二季會有更加多嘅表現機會，甚至咧係迎嚟大爆發。咁整體嚟講，我覺得佢射門嘅能力咧唔弱嘅，咁但係一定要改善嘅就係佢嘅體型啦，同埋佢嘅態度。即係如果咧，好似今季尾嗰幾場都係 hea 住咁樣跑下喐下嘅話咧，
對住英超嘅對手呢，就絕對唔足夠嘅。咁講咗咁多中前場球員嘅數據之後呢，亦都再講下 overall 嘅一啲問題。咁首先第一點呢，就係中前場嘅進攻把握力呢，實在太差啦，咁導致呢入球數係大幅落後其他隊伍。咁甚至今年嘅曼聯呢，係除咗水晶宮以外，全英超入球最少嘅隊伍嚟嘅。咁第二個問題咧，同第一係有啲掛鈎嘅。咁因為開火權嘅分配唔平均，導致兩個正選前鋒射門嘅次數都太少。咁可能你會諗，咁即使俾佢哋射，都唔一定射得入。咁但係有陣時啲嘢咧，就係你要俾多啲機會其他隊友去嘗試咧，咁對手先冇咁容易去 mark 或者估到你係邊一個負責射門。如果下下咧都係般奴、加拿祖呢啲咁嘅球員直接喺禁區外就夾硬掘入去咧，好多時都係冇辦法可以製造到入球嘅。咁更何況你咁樣射嘅話咧，純粹都係浪費機會嘅啫。而第三點咧，亦都差唔多嘅。咁因為禁區入邊嘅傳中接應點唔夠咧，好多時都係得一兩個球員，甚至咧連一個球員都冇。咁變相當你兩邊翼或者係翼位嘅球員跑到落底傳中嘅時候，而你中間係未有隊友 ready 或者係去做接應去完成埋門呢，變相好多時都一樣啦，要夾硬傳翻去禁區頂俾般奴去射，或者咧要再重新組織嗰個攻勢，咁變相咧又係浪費咗個進攻嘅機會。而第四點咧就同防守有關嘅，因為而家我認為我哋前面前場壓迫嘅強度唔夠，同時亦都唔夠齊整。咁因為好多時咧都見到海倫一個或者係般奴咧各自各去向對手逼，而唔係咧成個前線咧整體咁向前壓，令到對手咧冇傳球嘅路線嘅。咁因為如果咁樣一個兩個去逼嘅話咧，唔夠整體，變相其實對手都仍然係有空間去猜穿你，而你咁樣夾硬去跑咧，變相都係純粹浪費體力嘅啫。而最後一點咧，就我覺得翼位係需要同中前場嘅球員咧有更加多嘅配合，咁樣先可以利用到佢哋咧去創造更加多嘅進攻空間嘅。咁因為而家多古或者係右邊嘅馬沙拉奧或者達洛都好咧，其實都係比較少壓前去參與進攻嘅。咁而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季尾嗰兩三場，特別係冇乜壓力嘅情況之下咧，更加願意釋放兩個翼位向前壓，更加多時間去做進攻嘅時候咧，明顯前面多個進攻點，兩邊拉得更加闊、更加邊嘅話咧，先有辦法可以拉空到對手嘅位置咧，而產生到更加多嘅進攻機會。而嚟緊呢一季咧，亦都要更加好好咁利用呢一啲嘅方法咧，先有辦法增加我哋嘅進攻機會，從而咧去製造更加多嘅入球嘅。咁去到最尾咧，就再簡單講下下一季攻中同埋前鋒我認為嘅預期順位。咁首先左攻中嘅位置咧冇得傾，一定係古拿，而且咧一定要攞佢嚟做進攻核心嘅。咁其次就會用曼治或者舒克斯咧去頂替其中一個攻中嘅位置咧，作為替補人選嘅。咁因為始終古拿都未必可以100%踢晒所有場次。而其次中間正中鋒嘅人選咧，如無意外，海倫即使留隊都好咧，都應該會用翻舒克斯作為第一號嘅前鋒去嘗試先嘅。而輪換嘅前鋒咧就會用海倫同埋 Obi 兩個人去競爭，甚至咧 Obi 有機會係會再先過海倫都唔出奇。而第三個曼治咧，我認為有機會有陣時咧，曼治可以作為副鋒或者係偽9號咧去踢正中間嘅位置。咁但係當然呢個可能性咧相對比較低嘅。而右邊假設麥保莫冇加盟的話咧，右邊迪亞路咧都一定會係 first priority 嚟嘅。然之後就繼續都係曼治或者般奴咧去競爭之後次席嘅位置。咁因為始終咧般奴都係偏向踢中場中嘅位置，而曼治咧就會比較多位置咧可以適應得到。咁但係當然以而家佢嘅狀態咧都唔會係正選嘅人腳嚟㗎啦，都係輪換或者係輪換正選嘅啫。咁呢一個咧大致上就係攻中同前鋒嘅位置啦。咁呢條片咧就已經講晒所有前鋒同埋攻擊中場嘅等等嘅數據同埋分析。咁而成個球季不論係中前後場咧，咁都已經講晒㗎啦。
咁啊，多謝大家一路睇咧，睇到呢度。咁記得如果未睇之前中堅同埋中長兩條片嘅話咧，都可以再去睇下嘅。咁而之後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咁都會再簡單講下而家阿摩連嘅戰術，或者係之後如果買到人嘅話咧，要點樣去由零開始 build up 呢一套三中堅嘅戰術。如果有興趣的話咧，大家都可以留言話我知，咁我咧就會再做片去講嘅。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